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呢兩日都幾熱鬧，因為現任同前任嘅財政司司長都對於香港嘅經濟發表咗唔同嘅意見。林木喺今集想同大家分析下，究竟點解會出現兩種唔同嘅睇法，亦解構點解咁多香港人覺得依家咁平行時空。大家應該用咩角度去了解香港？如果想知道，大家就唔好錯過今集嘅內容。首先就係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，佢喺佢嘅網誌發表咗對於香港今年經濟表現樂觀嘅睇法。佢覺得香港喺2025年已經克服咗好多挑戰，今年出口同投資嘅表現良好，股市同樓市都有所上升。所以對於今年全年經濟預測略略提高到3.2%，高過年初嘅預期。香港股市連續2年上升，上個禮拜恒指已經較上年年底高出29%，亦係2017年以嚟最大嘅升幅。新股集資增幅亦超過2倍。今年頭11個月，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超過2600億。而 IPO 亦高居全球第一，集資額超過2700億港幣。註冊市場方面，今年頭10個月成交宗數接近57000宗，按年升咗16%，樓價亦升咗3%，租金亦相對升咗4%。而寫字樓市場亦都有所改善，頭10個月成交量增加咗74%，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亦有所回落。展望2026年，香港經濟繼續保持良好勢頭。另一方面，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28號亦都發表咗佢嘅睇法。佢慨嘆前景咁唔明朗嘅情況之下，仍然有官員發表出奇地樂觀嘅言論，尤其話香港金融市場亮麗，股市暢旺。佢個人就可能比較保守同埋審慎，所以好難認同呢個睇法。尤其有4隻新股跌穿招股價，跌幅亦都唔細。所以係咪應該反思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？究竟係咪前期功夫有疏忽，定係把關做得唔足夠？話再講，早輪證監會同港交所曾經發信俾保薦人，話留意到新上市嘅公司質同埋量都有所下跌，出現咗唔合規格嘅行為。佢覺得呢啲問題值得大家留意，提醒大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係經歷咗幾十年嘅努力而得返嚟嘅，完全得來不易。林木覺得兩位司長嘅睇法基本上都冇問題，亦都冇衝突。陳茂波嘅數據相當充足，盤數亦都擺晒喺台上面，正常情況之下好難再挑剔。而曾俊華覺得實況同陳茂波所講嘅數據有落差，佢都冇錯，亦都反映大多數香港人嘅睇法。咁點解覺得兩位司長都有 point， 但又唔知道錯喺邊，感覺唔到經濟好帶嚟嘅生活嘅改善？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政府同市民對於經濟改善嘅受眾其實係唔一樣。政府應該講清楚，今年經濟好轉，主要惠及嘅係香港政府、國內嘅上市公司、專才同投資者，而唔係香港市民。所謂新娘結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點解咁講？好簡單，大家首先可以諗下，陳茂波所講嘅增長貢獻係來自邊度？答案就係嚟自大陸嘅上市公司、國內嘅專才同投資者，仲有流入嘅資金，即係北水。國內上市公司喺香港再上市，令到香港今年集資額全球第一。香港90%嘅新樓都係由國內人購買，所以成交宗數咁高。北水流入港股，所以每日成交咁大。購買甲級寫字樓嘅交易亦都係國內投資者，例如阿里巴巴同京東。只要將受眾放埋落喺盤數上面，大家就好清楚點解陳茂波講咗咁多咁亮麗嘅表現，你完全感受唔到，
亦都受惠唔到。原來大家都係老人家。政府咁多政策，其實主要係為咗大陸嘅上市公司、專才同投資者而設。成件事嘅發生，只不過係由深圳或者上海搬咗嚟香港。作個比喻，就係盤生意由老闆、員工、資金甚至顧客都係嚟自大陸。香港嘅角色只不過係提供場地同維持場內秩序，當中政府只係收取咗有關嘅稅款，同埋一份靚靚嘅成績表，就係咁多。所以點解大家成日覺得咁平行時空？就係因為香港只係提供場地、服務同設施，而一般普羅大眾只不過係如常咁繼續返工放工，面對高失業率、二手樓繼續回落，眼白白睇住香港主要經濟支柱慢慢淘汰。所以大家只要將香港人分成兩大類別，你就可以了解到香港嘅現況。第一類可以叫做新經濟體人士，佢哋係嚟自大陸嘅上市公司、投資者或者專才。第二類可以稱之為舊經濟體人士，亦即係喺傳統行業裏面嘅香港人，當然亦都係大部分嘅香港人。佢哋同而家香港嘅發展藍圖中間出現咗一個斷層，所以受惠唔到香港經濟增長嘅成果。相反，仲要面對更大嘅生活挑戰，因為新經濟體蠶食緊香港嘅價值。所以如果香港政府唔能夠將呢兩大類人士融為一體，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只會越嚟越深。而由於依家受益嘅第一類人士主要係嚟自內地，佢哋未必會長期留喺香港，對香港作出貢獻。所以長遠嚟講，只會增加香港嘅負擔。尤其當舊經濟體人士嘅收入同價值越嚟越低，年紀越嚟越大，政府將來對佢哋嘅支援只會越嚟越沉重。最後要靠香港政府補貼嘅舊經濟體低收入人士，可能要離開香港到大灣區維生。有啲積蓄嘅香港人，可能可以繼續留喺香港居住，或者移居其他地方。講到尾，喺最悲觀嘅情況之下，香港只係剩翻一個空殼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先，希望呢段片令到大家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而家嘅情況，同埋自己而家嘅位置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再見。